我知道，主母、小公子们也全被那畜生给杀了。姑娘，我连累你了。公子，既然失败，那么救人之事，家事归家事，国事归国事。马上联络兄弟们，在七巷部署。是。将密道封了。是。救人，七巷，到底发生何事？莫非……姑娘，请上马。公子，我有一事不解。姑娘但问无妨，袁某知无不言。七巷是西凉军重兵布防之地，你们为何要去？为了救出我的挚友司马朗。什么？他去救大公子？在此之前，我会先将你送至安全的地方。